大家好，我係 Jonas， 與神談生死21，你可以選擇嘅道路多得超乎你想象。睇下，我聽過我哋擁有唔同嘅轉世呢一種講法，但係你就唔止一次跟我哋講，我哋一片又一片咁樣過住同一個人世，就好似電影今天暫時停止一個現實版本。呢度有好多觀點係你要好好掌握嘅，尤其係當你一下吸收咁多，或者我哋應該將個速度放慢一啲。你問嘅係有關生死同埋死亡過程呢一種深奧且重大嘅問題，要想完全理解你所稱為死同埋死亡過程，有必要探討一啲非常深奧嘅話題。某啲人或者會稱之為一切萬物嘅宇宙論。不過我哋嘅速度要稍微慢一啲。的確係啊，我感覺我哋好似喺度賽跑。喺剛才嗰10分鐘，你俾咗我太多資料啊！我知道。咁就讓我哋再回頭睇下剛才呢一啲資料，複雜一片。我前面講過，你係一切萬有嘅一部分。你係，回到我哋個比喻，蘋果加骨子之中嘅一粒原子，你係喺其中旅行。咁我哋可以叫做蘋果骨啦。好好，有創意，咁會使呢個比喻更加令人哋印象深刻。我哋就用你做嘅呢一個短詞蘋果骨嚟代指時空連續體。好啊，現在你可以沿住你所選擇嘅任何路線喺呢一個蘋果骨中往返穿行。正如我前面所講，佢可以係你以前選擇過嘅相同路線，或者可以係另一條路線、另一條隧道。你亦都可以選擇任意數量嘅不同方式穿越時間走廊。如果你願意，亦都可以喺任何時刻改變你嘅移動方式。咁你指嘅係乜嘢啊？咁樣，你嚟話俾我聽。如果你懸浮喺時間走廊嘅半空中，你覺得自己可以如何穿越佢？想像你正如我陳述嘅，懸在時間中。現在你會睇到自己朝邊一個方向走？向前咯。我會睇到自己喺隧道中向前走。你問嘅係呢一個意思咩？仲有另外嘅走法嗎？向後走咯。我諗你係唔係講我哋可以喺時間中退後啊？你已經開始接觸到一啲非常重要嘅東西啦。佢嘅意義比你現在所知道嘅仲要深遠。呢個係我先前提到神聖詢問嘅一部分。咁你而家係咪可以話俾我聽乜嘢係神聖詢問啊？現在仲唔係時候，不過快啦。我仲要再打好個基礎。至於你嘅問題，簡而言之，啱啦。你可以喺時間中後退，不僅可以退到其他世嘅生命輪迴中，而且可以返到一個特定嘅人世之內。咁啊真係有意思啊！但係你仲能夠諗到你喺個隧道中
以任何嘅其他方式移動嗎？我諗唔到出嚟啦，就係向前、向後，或者可以從一邊去到另一邊。對，如果你懸浮喺時間走廊中，你亦都可以從左邊移到去右邊。咁仲有其他方向咩？上下移動呢？對啦，你亦都可以上下移動。如果咁樣講，你有3個方向可以移動，就係前、後、左右、上下。你仲能夠諗到其他移動嘅方式嗎？Hello，有人在嗎？我仲喺度諗緊。我諗唔到出嚟啦。大多數人都諗唔到出嚟嘅，為乜嘢呢？因為佢哋將自己嘅經驗局限喺3次元嘅環境入邊。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隧道中仲存在住第4種空間嘅次元，你有第4種方向可以移動嗎？咁我會不知所措，我諗唔到會係乜嘢。你可以沿住周旋轉咁樣嘅移動，從你喺時間走廊懸空嘅位置，你可以沿住順時針或逆時針嘅方向移動。我真係冇咁樣諗過。隧道有3種距離。從開始到結束嘅距離，即係前後；從一邊到另一邊嘅距離，即係左右；以及從頂部到底部嘅距離，即係上下。此外，仲有第4種距離，環繞住佢內部空間嘅距離，即係圓周。呢個係時間中嘅第4次元，所以穿越時間嘅方式比你之前想像嘅更多。你講得冇錯，我從來冇諗過呢個第4種嘅方式。事實上，時空連續體中有住比4次元更多嘅次元。比4次元更多？天啊！咁有幾多次元啊？喺呢一度，數字並唔重要。如果你希望喺技術層面上了解更多，你可以向量子物理學家打聽。同樣咁，你只係今日嘅科學。重要嘅係呢一場對話嘅目的，係讓你知道同埋理解，並非所有事物都係佢哋睇上去嘅樣子。每一生嘅每個時刻入邊，都有比你之前想像過嘅仲要多嘅可能性。你嘅旅程依然一樣，因為就佢嘅目的而言，都係一樣嘅。重點係你嘅道路可以有更多超乎你想像嘅多元選擇嘅可能性。咁喺一啲選擇中，係乜嘢決定咗我會做出乜嘢嘅選擇呢？咁取決咗你希望體驗乜嘢。所有嘅道路都係通往同一個終點，但係每一條路線提供咗唔同嘅經驗，因為你係喺時空連續體中持續進行無數次嘅旅行，可以選擇任何你希望嘅路線，而唔會有
失去選擇任何一條特別路線嘅機會嘅風險。所以你嘅選擇係寬廣嘅。咁會永遠繼續落去嗎？我唔會永遠待喺靈性生命之中嗎？你係話天堂可以係個好得過頭嘅地方？我係話畀你聽，存在喺時空連續體中嘅一切都處於完美嘅平衡之中。你是誰嘅本源極其清楚，同埋準確咁知道乜嘢時候生命過程本身會召喚你與一融合，乜嘢時候要從其中浮現，以讓你透過體驗而理解一體嘅至福同埋佢個體化嘅榮耀。呢個系統完美咁樣運作住。佢嘅平衡係精確嘅，呢一個設計好似一片雪花般優美。你回到一體，從一體浮現，一片又一片，以至永恆，永永遠遠。咁就係第10個憶起，生命係永恆嘅。哦，係啊。每種宗教、每個信仰傳統都係咁講，而家又再一次聽到啦。我的確曾經喺好多個世紀入邊，透過好多信使向你哋傳達呢一個信息。嗱，羅斯特啦、沃辛頓啦、雷蒙係一個作家、編輯、演說家、理論家、老師、小說家。採礦嘅諮詢師、執業律師，佢係生於1840年，係死於1918年。佢最廣為人知嘅名言就係：生命是永恆的，愛是不朽的，死亡僅是條地平線，地平線只不過是視野的局限。我諗佢係你嘅信使之一，係咪呢？佢就係。我諗當代嘅演藝人員都係啦，好似卡利西蒙，佢喺幾年之前同埋提斯戈爾合寫咗一首歌，佢引用咗雷蒙嘅話，向更廣大嘅聽眾們宣傳回歸神聖嘅訊息。艾拉尼斯莫利塞特近嚟就用咗佢嘅音樂表達咗好多跟生命同埋存在嘅本質有關嘅訊息，仲有電影製片人啦，史蒂芬西蒙啦，佢透過佢嘅電影以及佢現在嘅靈性電影圈，仲有等我喺呢度澄清一下，你哋全都係我嘅信使。你哋每一個人，你哋都透過活出自己嘅生命，為生命帶嚟關於生命嘅訊息。問題不在於你係唔係信使，而係你喺度傳遞乜嘢樣嘅訊息。